嗨，歡迎返嚟智慧創業學院，我係你哋導師陳 Sir。上兩條片我哋講咗冇錢冇經驗，點樣開始創業，同打工仔轉創業者嘅5個心理準備。收到留言話，導師，我做好咗心理準備啦，但係咧我唔知做乜行業好，你可以教下我點揀賽道嗎？今日呢條片好實戰，我會同大家拆解創業點揀賽道，即係3個方法幫你揾到黃金嘅商機。點解我要講呢個題目？因為我見過太多嘅創業者揀錯咗賽道，產品做得好好，但係咧市場根本就唔需要，結果燒完全就結束。如果你想揀啱一個有前途、做得長嘅賽道，呢條片一定要睇完。我會用數據話你知邊啲方法最 work。記得訂閱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每週會分享創業嘅實戰心得。唔廢話，入正題。第一部分點揀賽道咁重要？首先我會分享一個殘酷嘅事實，根據統計，超過60%嘅初創公司失敗，唔係因為產品做得唔好，而係因為揀錯咗賽道，即係呢個市場根本唔需要佢嘅產品。我見過一個真實案例，有2個 friend 同時想創業。阿明話要做智能嘅珠寶，因為佢女朋友咧就係做珠寶設計嘅，覺得珠寶夾智能嘅科技好創新，於是佢用咗2年嘅時間，花咗100萬去做一個可以追蹤心率嘅珠寶手鐲。結果呢，推咗市場之後，發現根本冇人想去買呢個珠寶，因為呢個家依家唔 care 呢個心率，運動用家咧唔會戴珠寶。之後阿明嘅公司蝕咗200萬，要執笠。但係咧，另一個朋友阿強咧，佢用咗我今日教嘅方法去分析邊個賽道有需求，發現香港好少人去做呢個上門洗車嘅服務，而香港人咧中意方便，於是佢做咗個上門洗車嘅 app。結果3個月內已經有咗300幾個用戶，依家每個月賺10幾萬。點解會咁？係因為阿明自己中意做乜就做乜，而阿強係因為市場需要乜先去分析。呢個就係成功創業同失敗創業嘅分別。所以今日我會同大家拆解3個幫你揾到黃金商機嘅方法。呢3個方法我會逐一拆解，仲會用案例話你知點應用。第2部分3個揾黃金商機嘅方法嘅核心內容。第一，市場規模分析法。你要做嘅第一件事係睇下呢個市場有幾大。市場規模太細嘅賽道呢，唔值得做。計算方法，目標客戶嘅數量乘以每年嘅消費額就等於呢個市場規模。如果市場規模少過1000萬，呢個賽道好難做大。我認識一個做智能義肢嘅朋友，佢嘅產品好好，但係香港每年得1000幾個人做需要義肢，全部都係呢個政府資助嘅，市場規模太細。如果佢要做到收支平衡，得好難。但係另一個做智能健身嘅朋友呢，香港有成百萬家庭有興趣做運動，每個家庭如果願意俾2000蚊，呢個規模咧就係20億。結果佢嘅公司3年內做到估值1個億。記住一定要選擇市場規模夠大嘅賽道，否則你做到死都好難做到幾大。方法2，痛點分析法。第2步係了解市場目標客戶嘅痛點。痛點就係佢哋依家解決唔到嘅，但係咧好想解決嘅問題。點揾痛點？你自己就係自己嘅目標客戶。如果你有呢個痛點，你最容易發現同目標客戶傾偈，問佢哋你有咩問題長期解決唔到，睇下評論嘅評價，睇下目標客戶嘅投訴同抱怨。我見一個做上門開鎖嘅朋友，佢發現香港人咧成日唔記得帶鎖匙，出唔到門。呢個痛點每個人都試過。於是佢做咗一個智能門鎖嘅生意，依家每月嘅營業額咧有10幾萬。另一個做外賣 app 嘅朋友，佢發現香港人唔知叫咩外賣好，唔想諗呢個痛點，佢用 AI 推薦解決問題，結果大受歡迎。記住，痛點越大越普遍，你嘅機會就越大。方法3，趨勢分析法。第3步睇下呢個趨勢係點嘅，你要選擇未來變大嘅市場，而唔係已經變細咗嘅市場。趨勢分析法睇呢個獵坡，例如 IDC 等呢個權威嘅一啲分析嘅報告，
睇政策，比如政府推動嘅環保 AI 健康產業；睇科技，比如新技術嘅出現會改變咩？我有一個 friend，佢喺2018年發現香港開始推行呢個垃圾分類，但係咧市民唔知點揀，於是佢做咗個垃圾分類嘅 app。依家全港下載人數已經突破100萬大關。另一個 friend 呢，佢2020年發現疫情令到所有人都要戴口罩，但係口罩太焗，於是佢做咗個透氣口罩，依家已經做到上市。記住，順應趨勢，你嘅努力會放大10倍。逆勢而行，你會做到幾辛苦都冇用。第3 part 案例分析，講咗咁多方法，我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嘅 friend 嘅案例，佢點樣用呢3個方法賺到一個月賺50萬嘅黃金商機。阿明咧原本係一個 IT 打工仔，人哋30歲，人工3萬蚊一個月，幾穩定，但係咧佢唔想打工一世，想創業。佢用咗我哋今日教嘅方法呢，第一步就係市場分析、規模分析。佢列咗10個可能嘅賽道，比如有珠寶啦、健身、洗衣啦、煮飯、教育、寵物，每個都用市場規模分析計算，發現上門洗衣呢個賽道呢，香港每年有20億嘅市場規模。第二痛點分析，佢問咗50個 friend，你哋嘅洗衫有咩痛點？發現最大嘅痛點係要去你洗衣店拎衫好麻煩。有時咧唔記得拎，要約時間。佢喺上門收衫呢個服務呢，香港幾乎冇人做。第3步趨勢分析，發現香港人越嚟越忙，唔想為咁小事出門，而且香港人嘅人口老齡化，屋企人唔方便拎衫出去。呢個趨勢對上門洗衣服務呢越嚟越有利。根據呢3個分析，阿明決定做上門洗衣服務呢，收衫、清洗。接好送上門，結果呢3個月內佢嘅公司已經有5000個客，依家每個月營業額呢有50萬蚊，純利10幾萬。佢嘅告示話我哋知，如果你用呢3個方法去分析，你會發現黃金商機其實唔難揾。第4 part 3個常見嘅錯誤加行動嘅步驟。聽完呢個案例，我總結一下揀賽道嘅3個常見錯誤，等你哋可以避開。錯誤1，因為自己中意乜就做乜。錯，你中意嘅嘢市場未必需要，你要市場需要乜你先做乜，而不是你中意乜就做乜。第3錯誤，第2，跟風做最 hit 嘅嘢。如果一樣嘢已經好 hit，代表競爭已經好大。你要睇未來會 hit 嘅嘢，而不是依家已經 hit 嘅嘢。淨係憑直覺去判斷，直覺好可能會錯。你要用數據同分析嚟判斷，而不是淨係靠感覺。我俾大家3個具體步驟，今日就可以開始做。第一步，列出你有感興趣嘅5個賽道，比如教育啦、健身啦、餐飲、科技等。第二步，用呢3個方法去分析每個賽道市場規模有幾大，目標客戶嘅痛點係乜，趨勢對呢個賽道有利定不利。第3步，用痛點優先原則去揀。如果一個賽道嘅痛點夠大夠普遍，呢個就係你可以考慮嘅賽道。記住，選擇比努力更重要。如果你揀錯咗賽道，你做到死都冇用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俾個 like， 分享俾你身邊想創業嘅朋友。你嘅支持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。好，今日呢就分享到呢度，希望你哋明白創業唔係你諗到就去做，而係分析清楚先去衝。下條片我會同大家講普通人創業同高手創業嘅分別。你屬於邊一種？我會拆解普通人同高手創業嘅分別係乜？點樣變成高手？內容非常實戰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啟小鈴鐺，唔好錯過。最後我哋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哋依家對邊個賽道係最有興趣嘅？用呢3個方法去分析過未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，我會抽時間回覆。我係智慧創業學院嘅陳 Sir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